各位波友大家好啊！今日奶茶咧嚟咗中環碼頭咧，試一間新嘅餐廳。中環碼頭呢度燈塔沿住呢度上嚟，呢度咧有間好 nice 嘅 restaurant 嘅。OK， 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入去。嗱，呢間餐廳嘅裝修咧，其實好靚嘅，係啊。咁啊，大家可以不妨一試啊。嗱，如果覺得，室內比較局促少少嘅，可以嚟到室外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夏天啦 ，OK， 咁啊可能比較熱少少啦。但出嚟啊，傾下偈啊，飲杯嘢啊，其實係幾 chill 嘅，係啊。環境幾優美啊！好，咁我哋而家再入翻去睇下咩食先。哇！有 pasta， 有唔同嘅 pasta。OK。哇，幾靚！有唔同嘅各式各樣嘅沙律。咁啊！呢間餐廳咧，同佢樓下嗰間餐廳咧，都係同一間嘅機構嚟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一試嚟啊，支持下呢啲咁嘅餐廳。OK，thank you。